大家好，歡迎嚟到談談情說說事頻道。今日同大家跟進一下錦繡花園水管維修嘅問題。本來只係1億嘅維修費，造價一下子去到5億。喺12月8號，錦繡花園物業管理有限公司終於發出通告，會暫停水管維修工程。有錦繡花園小業主近日透過社交平台批評，管理處至今未有向業主公開呢次大維修嘅招標文件、評分準則同具體技術方案等關鍵資料。有人指出，工程估算由最初約1億元躍升至接近5億元，而管理處亦以機密資料為由，拒絕披露任何細節，令住戶難以理解維修費點解會突然急升幾倍。亦有居民反映，曾經向管理處要求查閱文件及相關合約記錄，但係被告知未俾錢冇得查，質疑做法本末倒置。亦有業主不滿大業主駿業集團佔整個屋苑約52%業權，卻只需承擔約3%費用。錦繡花園物業管理有限公司喺12月8號向全體業主發出通告，指出自2025年9月17號正式啟動大維修工程集資以嚟，截至12月初，首期集資金額大約收咗65%。但管理公司喺通告中言明，留意到社會近日發生咗不幸事件，引發公眾對大型維修工程嘅關注同質疑，理解有不少業主對現行大維修安排存有問題同疑慮。管理公司表示，經考慮多項因素後，認為現階段唔具備推動呢次大維修工程所需嘅社區共識同社會條件，喺現時氛圍下貿然推進亦唔適合。通告又指，管理公司同水務署溝通，已經獲得水務署嘅理解，決定正式終止呢次大維修集資計劃，並會向已俾首期大維修工程管理費嘅業主安排退款，涉及逾3000戶。有關嘅細節稍後會個別通知住戶。其實一批小業主早前幾經反對咁貴嘅維修計劃，係水務署威脅要減水壓，小業主先至要俾呢筆錢。我唔明咩係社區共識同社會條件，呢個根本係大石砸死蟹嘅行為，真係食水好深。水務署唔管唔理，點解維修水管要5億？點解維修嘅招標文件、評分準則同具體技術方案等關鍵資料會係機密文件？有咩咁機密呢？係咪有啲乜嘢資料唔俾得人知？呢個係唔係官商勾結呢？可能仲有好多呢啲咁嘅工程，有關部門係咪應該要調查一下呢？通告中亦留有後着，會喺未來適當時候重新檢討整體方向，達至日後既能符合水務署嘅要求，解決失水問題。乜嘢係失水問題呢？唔係漏水咩？失水同漏水都分唔開。失水可能係有人為偷水，漏水係水管有問題，有滲漏嘅情況。咁到底係失水定漏水呢？通告要寫得清楚一啲喎。通告言明要打造和諧屋苑，和咩諧呢？根本唔聽人講，人哋反對仲堅持要做維修水管工程，講就好聽，做就差勁。而家暫停維修，只係權宜之計，又唔知背後有咩事。小業主啊，你哋要小心，唔好俾人當羊仔咁冚。好啦，今集講到嚟呢度，鍾意呢個頻道嘅，記得留言點讚同分享，多謝。